中的祝福，伫生命中的引带，伫咱生命中的呼叫，三角将咱家己全然交出伫主的面前，咱三角来祈祷。主啊，我感谢你，我相信今日是你所定的日，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拍摆着你的人生宝座前，来敬拜。 无论阮即摆是拄着啥物款的境遇，无论是坎坷、是体健，还是家庭问题，还是经济上的困难，全拢会全然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来应允。我无搁看俗世一切困难，我今日要把焦点来对准你。 阮未来的路站，还有要做献上的感谢，何乐喜乐困境，我靠主耶稣的性命，只是咱嘛高声传手的，咱将咱的罪摆在主的面前。感谢主，感谢上帝，赐了伊独生囝耶稣来到世间，咱人间正做人的女士。 借着世界宝血的恩典，洗净咱所有的罪，互咱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神宝座前来敬拜。只是咱要请兄弟姊妹将咱所有的罪，你所知也是毋知的罪，咱全然摆在主的面前，恳求主的宝血来洗净咱所有的罪。咱三角出声的祈祷。 主啊，我求你赦免阮所有的罪，阮常常来犯罪得罪你，你的情歌。主啊，恳求你来洗清阮所有的罪，我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手宝座前，我来继续问问，望你的面。主啊，将阮全心交托你。 脱离对敌的攻击，对敌的威胁，离开黑暗，进入你所应允的光明中间。主恳求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将阮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咱只是嘛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主来兴旺咱富强教会，互富强教会成做一间传福音、学习自由诗。 兄弟姊妹，各无相处的教会，也为着所有咱的牧师团队、总职、同工，甲每一位朋友来祈祷，互大家有一颗谦卑的心，顺服灵，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也为着富强教会大家家庭来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来引带富强教会每一位家庭。 正做一个听主有听的家庭，伫这中间，也恳求来祈祷，恳求主来引带，互富强教会所做的事工，都会当应用上帝的名来行。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主啊，恳求你，持续支持我教会，从兄弟姊妹心中充满信心、坚持。 教会上传统是一件上欢喜，上帝你所做的教会，人人要做基督传福音的面前来对付，军队的事，上心遵守大所有，万民将做基督的，
福因的家庭康健，互因的身心灵方面的健康。无论是啥物职位，都会当服侍你，因为服侍你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每恳求你，把心赐乐，你所有的服侍范围，所有福音教会所做的事工，特别嘛，今仔日有主日学的小朋友，和咱三甲来敬拜。主啊，恳求你啊，信心甲因三甲伫地，互因所献的拢是你所欢喜的，互这个细囝会当伫你的疼中间来长大、来成长，成做这个社会、这个社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祝福。主啊，献上阮的祈祷，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名。这是咱嘛为着两堂的礼拜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就咱今仔日两堂的礼拜，全然交托仰望伫主的圣手，恳求主的信心充满每一位座位，互坐伫座位中的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对天来的福分，对天来的祝福，上帝的祝福满满的恩典，就充满伫咱的中间。咱三甲出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全感谢你，今仔日互阮有分。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主啊，将所有的座位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的信心就是甲阮三角地地。主啊，你的信心就充满了每一个座位，我每一个座位中的兄弟姊妹，都会当来领受上天的福分，上天的祝福。主啊，我来特别在那里，你传讲信息的张老师，来主啊，你知道，恳求主你的信心甲三角地地，可以对主所讲出来。做主人做的，互听的甲讲的，拢当平平的祝福，这个主啊，要将两堂的礼拜全然交托仰望于你的圣手，恳求主你来带领，你来引带，哈利路亚，感谢你，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所在，
环境，咱拢啊，继持续来学乐来敬拜。上帝主，你是全能的上帝，主你的道路是公义真实。主我们恳求我们恳求我们祈祷，恳求我们敬拜你。全能上帝，你的作为。
天上的你，愿你救济我兄弟。哈利路亚！是我们很喜欢的祈祷，很喜欢的俄勒比列面前，我们大声来喊好，宣扬你是你我们的主耶稣。下来喊好，俄勒瓦主耶稣，宣扬你我的歌听，你是英雄。大声来喊好，俄勒瓦主耶稣，主你作孽。咱大声来俄勒，大声来喊好，俄勒瓦的主耶稣，宣扬你我的歌听，你是英雄。大声来喊好，俄勒瓦主耶稣，主你作孽。耶稣，咖喱干掉，咖喱的海洋，我相信，我让都在今生的名，我的灵都也要，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大声来喊好，俄勒瓦的手，宣扬你我的歌听，你是英雄。大声来喊好，俄勒瓦主耶稣，主你作孽的主，咖喱干掉，咖喱的海港，让我相信，我让永在今生的名，我给你的都一样。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大声来喊好，俄勒瓦的主耶稣，宣扬你我的歌听，你是英雄。大声来喊好，俄勒瓦主耶稣，主你作孽的主。咱大声来喊好，大声来喊好，俄勒瓦的主耶稣，宣扬你我的歌听，你是英雄。大声来喊好，俄勒瓦主耶稣，主你作孽的主，咖喱干掉，咖喱的海港，我相信，我让永在今生的名，我给你的都一样。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大声来喊好，俄勒瓦的主耶稣，宣扬你我的歌听，你是英雄。大声来喊好，俄勒瓦主耶稣，尊贵作孽的主，尊贵作孽的主。咱跟他唱歌，尊贵作孽的主。哈利路亚！用一切荣耀献予你咱天顶的地。这是咱来唱新信诗第9首，万有三角自极欢喜。万有三角自极欢喜，我的上帝最声音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的爱如永无尽。
亲爱的上帝，阮搁一届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伫遮向你祈祷，向你发出娱乐的诗歌甲赞美。主啊，感谢你的引带保护，互阮经过一礼拜，通过伫即时三甲主日，伫遮含恁3千军。主啊，求你的圣神即时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之地，互阮看见主你的荣光，也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也充满伫阮早起时的聚会。主啊，愿你的圣神也充满伫这个所在，因为主你讲，你的圣神伫倒落，倒落就有自由。互阮伫早起时，搁一摆透放阮的心灵，互阮通享受甲你同在的美好。愿今早起时的礼拜，阮所献上的祈祷，阮所唱的诗歌，阮所伫遮一切的顶事，拢将一切的荣光、一切的荣耀，拢归乎你，真做是你所欢喜的礼拜。即时，我嘛要用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刺，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即时，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40篇，以赛亚6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即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天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不管顺境逆境，阮有缘交托仰望你。你是阮的漂亮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主啊，你是阮永远的关台甲石盘。因为你竞选了阮，真做尊贵的器皿，借着福音来脱离阮的软正。感谢你赐予阮所有的兄弟教友的福分，会当三甲自治，伫你所设立的圣殿，互阮的性命得到造就。求你赐阮智慧甲勇敢的心来面对这一切，无得惊也无得错，互阮凡事会当顺探你的旨意来行。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上时阮也要认罪悔改，求你赦免阮的偏见甲骄傲，求你开阔阮的目睭，看起你所赐下的济济恩典，拍开阮的嘴，讲出利益人的话，求你伫阮生命中来掌权，保守阮会当行伫你美好的旨意中，来调整阮的脚步。互阮会当搬过家己心中迄座关山，互阮勇敢来面对人生的红海，来互你来采用。谦卑顺服行伫正直的路，伫教会、伫家庭、伫职场中，
拢会当活出你所喜爱阮诚侪的款式。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享受上帝的话语。今仔所要读的圣经节是记载伫以赛亚书6章第1节到第10节。由我来读。乌西亚王过身迄年，我看见伊坐伫真悬的宝座顶，伊的长袍垂落来，盖满圣殿。伊的周围有撒拉弗天使徛伫树后，每一个有6支翅。2支掠面，2支掠骹，2支做翅背，因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上主万军的统帅，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厅的军旗因为呼应的声摇拽，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灾祸，我别亡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搁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中间。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上主万军的统帅，然后有一个撒拉弗陪我来我遮，伊的手用火焰对祭坛顶捏一块热热的炭，将炭捂我的嘴唇，讲：当一个捂着你的嘴唇，你的罪过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了后，我看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冤去？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伊阁讲：你去甲即个子民讲，恁听阁听，毋过未明白；恁看阁看，毋过未了解。你着互即个子民的心钝、耳孔重、目睭花。才免因目睭看见，耳仔听见，心明白，我倒转来得到医治。圣经读到这，这时咱要请夏令营师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有3首：第1首主，你是我力量；第2首无动摇的信心；第3首喜乐河流。献诗煞，咱要请詹牧师来正道。伊要来传讲的信息是：做伙来礼拜下列你，我对做啥物？好的，各位小朋友，把你的双手借给营长，我们准备要来喊迎呼喽。预备 ，Ready Go！ 步枪下令，我是 EQ 小主人。
换边。No problem。
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长。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边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喜乐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喜乐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哦哦哦，in the river of joy。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小朋友表演有足赞的不？咱来用国语跟因讲，你们真棒，预备来。因为因小等的吼，随便去落去楼骹来做一个结业式所以牧师伫遮特别请咱
这些家长哈兄弟姐妹来给这些小朋友鼓励一下。好，我们的主日学相应的学生摇手一下。哇，这拢是小朋友哈。我们的老师摇手一下。好，够有哈。多谢伊咧努力打拼哈，拢总3工半哈。咱中间嘛，阁有一队吼，是这个后壁面的英雄啊，就是咱的婆婆妈妈伫倒呀。咱的阿嬷咧煮食，来热手一个来拍拍一个。咱这边的筹备哈，就是由咱的主日学，搁咱的这个题目台的团队哈，有咱的詹牧师夫妇，搁咱的营长哈，志奇执事，搁咱的龚校长哈，咱拢家拍拍鼓励一下。好，因献死了，要落去3楼哈，要做结业，咱这个时阵来看一块影片是无？好，咱小朋友开始退场啊，准备咱请同工准备哈，要来看一块因这个3工半的夏令营的影片哈。咱先甲小朋友搁拍拍一个，小朋友谢谢，足好的表演哦哈，多谢。好，慢慢来。
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面；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睡，眼的星星，要强壮，人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的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总会有回忆。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我是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有遮侪的小朋友，通伫这礼拜3天半的时间，通来参与这个夏令营，也有侪的助理的老师、青少年的同工，通会当做伙导入。大牧师嘛有特别介绍，嘛有侪的兄弟姊妹斗主者，更较重要的嘛有咱所有富强教会兄弟姊妹的关心以及带导，互咱的营队会当来顺利来进行。其实大牧师有介绍到遮的老师，也是遮提摩太的学生囡仔，因开了足侪的时间伫准备。特别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特别遮的青少年，因暑假，因有一寡人，因暑假爱去学校上课，爱去补习，但是因讲因要来参加这个活塞，因甘愿早起7点半就来，下晡5点结束，随搁去补习，逐工就安尼做。嘛有青少年讲，我爱去学校报到要安怎？我讲袂要紧，报到了，伊讲袂要紧，我报到了，我随搁来。嘛有青少年，嘛有社青。伊连续2礼拜，顶礼拜阮带提摩太去口鼻教会服侍，嘛有社青为台北、为新竹，用伊家己原本会当休假的假期请假，为着就是要转来服侍。我想，遮的青少年，也是遮的社青，也是遮的主理的老师，互咱看见咱的教会，互咱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态度。也有真好的一个模范，因愿意付出伫遮的囡仔的身上，愿意付出因的时间伫这个营队，嘛，互咱看见真正有侪囡仔来到伫咱的当中，这是一个真好，咱嘛做伙来学习的态度。我想参与每一款无共款的服侍，也是无共款的聚会，这是咱正做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责任。特别今仔个是主日，咱搁3个组织伫遮礼拜，逐礼拜的主日，毋知对于咱来讲，敢会已经认为，这个主日礼拜就是逐礼拜一定爱做的代志。到底逐礼拜来做主日礼拜，到底我是来遮做啥物礼拜？我来遮到底是来做啥物的？所以今仔要透过以赛亚书第6章的这个经文，咱嘛搁一摆来思考，也搁一摆来学习。逐礼拜咱拢来做礼拜，也是逐礼拜咱来参加无共款的聚会。我伫遮个礼拜的听书内面，我伫参与无共款的服侍、无共款的聚会，我有啥物款的看见？上帝要透过这无共款的聚会、无共款礼拜，要对我讲啥物款的话？阮上帝伫今早起时来赏赐伊的奇妙，赏赐的话语伫咱的心中，互咱通做伙来领受伊要对咱来所讲的话。伫咱开始分享进前。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请爱上帝，阮向你献上阮满心的感谢，感谢你搁一届引带保护，互阮通来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主啊，求你伫即时，互阮的心通来听到你的话，
互阮的目睭也来看见主你的奇妙，求主来帮助，互阮透过你圣经的话语，搁一摆来明白主你要对阮所讲的话。愿主来祝福听你话语的时间，也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带，愿你献上阮同心合意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毋知大家逐礼拜日早起时的时阵，你敢有带着一个非常期待、热切的心，讲我要来教会啊？有有，真大声有，吼。今仔早起时，大家讲真期待，讲哇，今礼拜日啦，会当来做礼拜，会当来亲近上帝。但是咱敢有认真来思考，逐礼拜拢来做礼拜，咱伫礼拜内面，咱拢在做啥物代志？咱拄仔头前，咱有听见咱的小朋友伫遮献诗，搁较头前，咱的师会带咱来祈祷、读圣经，咱读启应文，咱搁较头前，咱有做伙敬拜而乐。但是伫咱礼拜时，看起来听数拢差不多，看起来听数拢无特别上较大的改变。但是伫咱做礼拜的时阵，咱拢在做啥物款的代志？咱拢伫这内面学习着啥物？每一个主日礼拜，咱到底是在做啥物？所以今日来用这个经文做伙来分享。咱拄所读的经文，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伫伊迄个年代，伊拄着真大的困顿，真大的困难。因为伊的国家已经要渐渐要行往一个结束的时刻，所以伊的生活，伊现实的生活，拄着一个真大的困难甲挑战。所以伫迄个时阵，伊拄着上帝，上帝伊显现，互伊看见上帝的奇妙，互伊看见上帝的作为。伫迄个内面，以赛亚感受到上帝真实临在伫的生命，上帝出现的时阵，改变伊生命的看法。当上帝甲伊讲，像要为我去的时，以赛亚讲：“我肯，上帝，你就找我去吧。”当以赛亚原本伊要条件上帝进前，伊可能带着一个困苦、带着一个困难的心情。但是当伊搁一摆拄着上帝的同在，看见着上帝荣光的时，伊发现伊的生命会当有无共款的一个回应。所以咱发现，和上帝三亲近，透过每一届的聚会、每一届的礼拜，拢是帮助咱每一个人。会当来更新改变咱的心思意念，所以咱要开始来看这段的经文进前，咱嘛搁一摆来想，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顶个月我在分享，为什么我来做礼拜？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就叫我爱来做礼拜，所以逐礼拜日我就爱赶我的圣经、赶我的圣诗来做礼拜。台下顶的牧师在讲啥，我其实嘛听无啥有。礼拜听书到底在做啥？我嘛唔知。人徛我就做伙徛，要坐落来我就做伙坐落来，要奉献我就摕钱出来奉献。所以到底做礼拜到底是咧为着啥物？咱为什么要来食？为什么逐礼拜拢爱来做礼拜？第一个，咱先来做伙来思考、来分享的是，做礼拜是对上帝伊亲自的邀请。咱为啥要来做礼拜？是因为这是上帝伊亲自的邀请。伫出埃及记，当摩西去见法老的时阵，上帝甲摩西讲：“你去甲法老讲，你若是阁无爱互我的百姓离开，我就要降灾祸伫遮。”但是伫讲即个进前，上帝甲摩西讲：“你去对迄个法老讲，互我的百姓离开，互因通伫旷野来服侍我。”上帝透过摩西讲话，讲，互我的百姓离开埃及，互因通到伫旷野来侍奉我，来服侍我。伫出埃及记第7章，摩西去见法老，然后伊讲，互因爱伫旷野来侍奉上帝。伫旷野服侍，也是讲侍奉，原本的意思就是讲，爱互遮的百姓伫旷野。离开原本的所在，离开迄个因受压迫迄个埃及的所在，出来敬拜上帝，分别出来，来到上帝面前来聚会、来聚集、来伊敬拜。所以咱看见第一为啥咱礼拜，其实是上帝邀请咱的。上帝讲，互咱离开咱原本的生活，互咱离开咱原本可能感觉困难、困苦的代志，暂时分别一寡的时间，早起的时间，上帝邀请咱。来到这个所在，来敬拜伊，来这个所在，和伊三角会当有亲近的时刻。
咱可能会想，伫旧约的时阵，特别咱看出埃及记，上帝为啥规定较侪做礼拜的方式？为什么爱献祭的时阵爱较侪规定？伫旧约的时阵，是上帝亲自讲爱应该爱安怎做，百姓着安尼照做。为什么？上帝因为上帝安尼规定，是因为伫搁较早进前，无即款共同的一个标准。伫上帝颁布这的命令如何进前，无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所以，上帝为着要互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入去到伫迦南地，莫互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信仰影响。所以，上帝透过摩西甲因讲，来到旷野来敬拜我，也颁布侪侪的律法、侪侪敬拜的仪式的方法，互这以色列百姓通知安怎叫做敬拜上帝。当然，咱看咱即摆礼拜的模式、礼拜的这个礼仪，含咱看出埃及记内面所写的，应该是无啥共款啊。但是伫旧约的时阵，上帝非常清楚邀请这百姓出来，离开埃及地，离开迄个原本惯势的所在，分别出来，为着就是要来敬拜伊。第二，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是因为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为啥咱来做礼拜？因为上帝奇妙的作为。主耶稣讲，恁应该安尼做，来纪念我。当然，这是耶稣伫对伊的门徒最后社会聚集的时阵，圣餐的时阵，耶稣对因安尼讲的。但是耶稣讲，当安尼聚集的时阵，当人做伙直接做伙聚集、做伙礼拜聚会的时阵，嘛是爱为着来纪念伊。纪念啥物？纪念耶稣基督为咱牺牲，这个福音的好的消息。咱会当伫主日礼拜，为什么伫主日礼拜？就是搁一届庆祝主耶稣基督过活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赢过咱的罪，赢过死亡的权势，互咱会当享受到伫伊的恩典的福分内面。所以为什么咱会做礼拜？第二个是因为上帝奇妙的作为，透过耶稣基督伊的死，透过伊的过活，互咱通伫遮欢喜做伙庆祝。伫这个礼拜内面，做伙来欢喜娱乐咱的上帝。所以，既然这是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大家来做礼拜，咱嘛爱听见福音的好消息。什么是福音的好消息？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19嘛安尼讲，主的圣神伫我的身上，因为伊甲我高我，叫我传福音，互散食的人。找我去报告，互受掠得到透放，青迷会得到看见，受压制得到自由。这是福音的好消息。为什么咱来做礼拜？咱来听见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咱来听见一个受透放、青迷得到看见的好消息，互咱搁一摆看见上帝的奇妙的作为。第三个，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因为这是咱和上帝、和咱每一个人。两边的关系，这是咱个人和上帝两边会当结连重要的关系。马太福音第18章18章20节，耶稣安尼讲：因为无论伫倒落，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伫遐就有我伫因的中间。耶稣讲，无论伫什么所在。只有2个、3个奉我的名聚会，耶稣讲，我就伫因的当中，甲因三角地地。所以大家来做礼拜，大家咱会当参与聚会，这是一种咱个人和上帝一个非常重要、亲密建立关系的机会。伫我所书第1章29节，经文安尼讲，教会就是伊的身躯。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嘛讲，身躯有一个，但是机体有侪侪个。教会亲像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但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亲像伫这个身躯内面的每一个机体，伫遮互咱和咱的上帝有建立关系连结的机会。所以大概咱来参加礼拜。咱大概参与无共款的聚会来敬拜，
拢是一个对上帝、对到咱个人，也是咱人每一个人个人和边仔的兄弟姊妹会当建立关系的机会。搁较重要，拄仔读嘅经文讲，只要有两个、三个，奉我的名聚会，奉我的名组织的，我耶稣基督讲，就甲恁三个伫地。所以大家来聚会，毋那是咱和上帝建立关系，嘛和咱边仔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伫教会内面集体咱做伙建立关系。所以毋那是上帝和咱的关系。也是咱每一个人和咱身躯边兄弟姊妹建立关系上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互咱有一个概念，嘛做伙来学习。为什么我要来做礼拜？为什么做礼拜对我来讲遐尼啊重要？参与聚会为什么遐尼啊重要？为什么每一个敬拜遐尼啊重要？第一个，因为这是上帝亲自邀请咱来；第二个，因为互咱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第三个，因为互咱会当建立和上帝更较亲密关系，也和咱边仔的兄弟姊妹会当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所以，互咱学习一项代志，每一届的礼拜，每一届的聚会，每一届的敬拜，拢是爱对上帝开始。每一届的礼拜，每一届的聚会，每一届的服侍也好，拢是爱为上帝开始，毋是为人开始。毋是讲因为我今仔日带好，我有闲，今仔我无困过头，今仔我有需要，今仔我就介意这个富强教会的空间，我就介意这个音乐，我就介意听某一个牧师的讲道，所以我今仔来参与礼拜。大概礼拜的中心应该是对上帝开始，毋是对我开始，毋是对人的需要开始。所以。非常出名的宗教的解决者马丁路德嘛讲，伫敬拜内面，伫咱每一届聚会礼拜内面所爱做的，就是互咱的上主伊家己透过伊家己圣经的话语来对咱讲话，咱用咱的祈祷，用咱的儿乐来回应伊。每一届的礼拜，每一届的聚会，上帝主动。用上帝做中心，伊的话、伊的大能来充满伫咱，然后咱用咱的敬拜，用咱的儿乐，用咱的祈祷来成做是咱伫礼拜中的回应。所以，咱会当安尼讲，礼拜就是一场用上帝的话做中心的一场聚会。大概的主日礼拜，也是每一届有聚会的时阵。拢是用上帝的话语做中心，无论是咱的小组的聚会、主日的礼拜，还是任何团契的聚会，嘛爱记得，拢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来做开始。既然讲到用上帝的话做开始，用上帝的话做当作是每一个聚会的中心，那安尼，咱要做伙来学习来分享。在做礼拜，到底在做啥物？遮济的天数，遮济无共款的礼仪，到底是在做啥物？到底伫这内面，对会当看见上帝在对我讲话，对会当看见上帝奇妙的大能呢？咱若看咱的周报，咱会发现，咱的周报的方面一定会将咱的天数写了非常的清楚。但是伫每一个天数，佫有分三个段落，第一个叫做。静候上帝的话，有选调，有咱的敬拜儿乐，有咱的启应文，有咱的祈祷。第二，咱若看周报第二节叫做享受上帝的话，内面就包含爱读圣经，有圣歌队，也是有诗班，今仔是主日学夏令营的囡仔，带咱来听见，用因的歌声来赞美。然后，咱有上帝的话语讲道，然后祈祷回应。最后，咱看周报最后一项，就是应答上帝的话，内面就是有回应的诗歌，咱的公道，咱的奉献，咱的报告，互相关心咱的兄弟姊妹，然后祝福受差遣，转到咱家己个人的所在。所以，当咱看咱的周报，看咱每一个礼拜的天数，咱就会发现，哇，真实。
拢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所以第一下，咱来学习，咱来看，咱礼拜咧做啥物？第一项，礼拜上头前，咱拢咧听候，静静咧听候上帝的话。咱搁一较来看以赛亚书的经文，第6章安尼讲：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伊看见上帝坐伫真悬的宝座顶，然后伊看见上帝充满伫这个圣殿，然后伊看见上帝的使者伫迄个所在大声敬拜，讹了上帝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伊的荣耀充满全地。为这个经文，咱看见上帝话充满伫地。上帝伊伫伊的宝座顶面，就亲像上帝的临在。咱做伙自集，咱做伙伫开始的时候来敬拜。咱嘛看见这个上帝的使者，就亲像咱一开始有敬拜而乐，咱有祈祷会，咱有圣诗，咱有启用的方式，会来敬拜，来讹乐咱的上帝。所以咱看见，这个经文就三亲像是咱礼拜的听词，三亲像是咱礼拜的过程一样。所以咱看见以赛亚先知伊所拄着也三亲像，伊一开始看见上帝的同在，伊伫遐听候，看见上帝的阳光，然后伊看见使者，上帝的使者伫遐大声敬拜，大声讹乐圣哉圣哉，而且伊嘛讲彼此呼应。亲像咱在读启应文同款，然后，互咱学习一项代志。第一项，伫安静听候上帝这个阶段，咱会当来安怎看见上帝的话语呢？第一项，咱的学务书嘛不断咧甲咱提醒，就是爱提早准备心，就是互咱提早准备心来到伫礼拜堂，准备心听候上帝的同在。听候上帝充满伫咱的中间。第二项嘛，互咱学习，会当伫这个所在较无上帝的同在，互咱会当较无上帝的同在，较无上帝伫今日要对我来讲话，较无上帝今日有新的奇妙的事要伫我的生命来彰显。咱看见以赛亚，伊原本是伫一个困苦、伫一个困难内面，但是当伊看见较无上帝的时阵，上帝互伊看见伊的阳光，互伊看见有一个会当改变的机会。然后非常重要的，伫这个第一个部分，在听候上帝话语的时，咱嘛爱甘心敬拜讹乐咱的上帝。所以一开始咱会做伙敬拜讹乐，有时咱的头前带领的会邀请大家做伙举起手，咱举起咱的手来敬拜咱的上帝，大声来祈祷，无论是感谢，也是认罪，也是呼求，咱嘛爱做伙来祈祷，做伙来回应。不只是咱用咱的歌声，用咱的祈祷，拄仔嘛有讲到，咱嘛用启应文。为什么要用启应文？亲像咱拄仔所读的圣经，这个使者一个读，一个回应，一个读，一个回应。亲像我听到上帝的话，然后我回应这份的恩典。读的人，互听的人听到，这个听的佫继续回应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大能，听的人佫继续讲。这也是咱每一届读启应文非常重要的意义，互咱做伙甘心伫遮回应上帝的话，伫遮做伙甘心来敬拜讹乐咱的上帝。所以，咱来做礼拜咧做啥物？第一项，第一个部分，互咱安静听候上帝，互咱伫这个所在准备一个健康、较无的心来听候上帝的话语，听候上帝的作为彰显伫我的生命内面。所以，搁一摆，咱来思考第一个，爱提早准备心；第二个，较无上帝的同在；第三个，互咱做伙欢喜同心来讹乐咱的上帝。诗篇第100篇第40的诗人安尼讲，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讹乐入伊的院，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所以，互咱带着一个感谢、讹乐、较无的心，听候上帝的作为。也拍开咱的心，来看见上帝今日要做的代志。第二个部分，咱看到咱的周报，看咱礼拜听书。第二个就是领受上帝的话语。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以赛亚讲：我听到主讲，我会使差遣送去。
送会当来替我传话，会当传播这个好消息呢？咱看见当以赛亚听到这上帝的信息的时，我听到主讲，就三亲像咱伫主日礼拜，咱即马伫做伙读圣经，咱做伙读圣经，咱做伙即马伫听主的道理共款。我听见主的话，然后上帝讲，送会当替阮来传话咧。咱每一届讲到了，拢会有一个回应的祈祷，拢有一个做伙来，互咱搁一届来想上帝话语的时刻。这就是咱礼拜定数内面非常重要的。当咱听到上帝话，上帝讲，我听到主的话，当咱听讲我听到主的话的时阵，咱嘛会常时爱思考：是啊，主，你伫这个话语当中，你爱我做啥物？主啊，我伫你的话语内面，你呼召我要为你做啥物？所以伫咱礼拜听书，咱咧做啥物？第二个部分，当咱恭敬领受上帝话语，嘛有三个咱会当做伙来思考。第一个，咱的内心爱柔软，咱的内心爱柔软，爱柔软来领受上帝的话，来柔软来领受上帝特别的作为。第二个，咱嘛爱非常注心看见上帝的应允，伫伊今仔日的圣经在，伫今仔日的所有圣经的话语人当中，对有上帝的应允，对一个是上帝要对我讲的，然后咱领受到新的亮光，然后咱领受到新的祝福，真做是咱生命中的帮助。所以当咱到伫咱礼拜听书第二个部分领受上帝话语的时阵，互咱做伙来学习。互咱柔软咱的心。虽然有时阵可能你伫听讲道的时候，也是伫读圣经，可能想过啊，这个圣经我读过真侪届啊，这个故事我可能对主日学就开始听。但是牧师鼓励大家，将每一届的讲道，每一届的上帝的话语，咱拢当作是第一届听，拢当作是一个新的启示，拢当作是一个新的亮光，互上帝话真实来充满咱。互上帝话真实来帮助咱，互咱看见上帝的应允。所以伫诗篇119篇的诗人嘛安尼讲，我要不断来想上帝你的教示，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因为有你的律法、你的教导来成做我生命的喜乐。我袂记记你的话。因为你用你的恩典来告我，互我有活命，我着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你的律法，看见你的话语当中的奇妙。所以，当咱每一届伫领受上帝的话语，大届咧读圣经的时阵，互咱注心伫上帝的应允，互咱看见有一个新的亮光，嘛，互咱的心柔软落来领受新的恩典。第三个部分，也是咱每一届礼拜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应答上帝话，就是应答上帝话。咱继续看以赛亚书第6章的这段的经文第8节。当上帝问讲谁要去的时阵，谁愿意去的时阵，以赛亚就回应讲：我肯，我愿意去，请差遣我。所以上帝就差遣以赛亚。去甲以色列的百姓讲话。当以赛亚讲我愿意，请差遣我的时阵，也三亲像咱礼拜听书内面讲道煞会回应的诗歌，也三亲像咱大概这个回应诗歌了后爱奉献的时刻。咱会知奉献毋是只有奉献钱尔。当以赛亚讲我肯的时阵，伊绝对毋是讲我肯奉献我的钱尔。伊讲的嘛是讲我肯奉献我的性命，奉献我的全力。然后上帝就甲讲，你爱去报告这个好消息，你爱去分享这个好消息，爱彼此去关心，然后受上帝祝福，受上帝差遣，然后出去。所以当咱礼拜的第三个阶段，当咱到伫应答上帝话的时阵，这个听书互咱会当学习。
互咱学习做伙来回应上帝恩典。咱透过奉献，透过回应的诗歌，互咱来回应上帝恩典。更较重要，拄仔讲嘛，毋若是奉献金钱尔，更较重要，咱嘛学习对上帝讲，上帝，我的心，我的人嘛要互你来使用，我嘛愿意奉献出来。然后，恁这个部分，咱嘛会有报告的时间，互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关怀，也了解咱的教会的目标，了解教会的意向，然后最后，牧师会来祝福，会来提醒，互咱的兄弟姊妹带着新的愿望、新的亮光，转到伫家己的所在。所以，当咱来看，哇，其实咱礼拜听书对一开始到伫结束，其实拢充满着上帝的话，拢充满着上帝奇妙的亮光伫这场的礼拜内面。所以当咱后礼拜搁一摆来做礼拜的时阵，互咱搁一摆来想，伫这个听书，上帝要对我讲啥？伫这个听书，上帝的话语敢有互我得到新的感动？愿咱每一人伫主日礼拜的时阵，嘛会当亲像以赛亚讲：上帝，主啊，我会当为你做啥物？互咱嘛学习将这款的敬虔，这种对上帝热情的态度，礼拜的模式，带靠伫咱的生活内面。毋是只有伫主日礼拜的时阵才有上帝的话，毋是只有主日礼拜的时阵才看伫上帝奇妙作为，是将这款敬拜的模式、礼拜的这种模式带到伫咱家己原本的生活。咱的生活就是一场的敬拜，咱的生活就是一场的礼拜。所以最后，无想向大家分享，确实，咱的礼拜是透过侪无共款的仪式。透过侪无共款的礼仪，来成做一个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盛会。但是参加一场礼拜，参加一场的聚会，拢是咱对上帝的使命的回应，拢是咱家己对上帝的回应，互咱将上帝放伫咱礼拜的开始。也将上帝放伫咱礼拜的中心。当咱清楚来明白每一个礼拜的听书，当咱非常清楚咱在做礼拜是咧做啥物的事，安尼嘛搁较互咱会当借着每一个礼拜的听书，互咱通知上帝的同在，互咱搁较会当了解上帝同在的美好。所以礼拜，大家来做礼拜，绝对毋是一个仪式，绝对嘛毋是将这个听书走了，就想讲礼拜结束啊，我会当转去厝啊。每一届的礼拜，每一届的聚会，每一届会当来敬拜上帝的机会，拢是咧讲一个故事，一个咱个人的性命和上帝三拄三亲像、三亲近的故事。愿上帝帮助咱，伫咱每一届做礼拜的时阵。当咱每一届三甲主集的时阵，拢互咱会当掠条，会当看清为虾米我今来参与这场礼拜。今仔日上帝要对我讲啥？做礼拜我到底在做啥物？愿上帝赐福咱，互咱的教会为每一个兄弟姊妹也真正看重，会当来参与聚会、参与礼拜时刻。愿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予阮伫每一个主日的时阵，拢通来到教会做伙组织、做伙礼拜。阮知这是你的一个邀请，伫这个邀请内面，我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伫这个内面也看见阮和你更较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也和阮边仔四周的兄弟姊妹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主啊，予阮伫每一届礼拜时阵，阮也看重这个时刻，互阮通知有主你的同在。这个礼拜是有主你的同在，互阮伫这个内面也看见主你要对阮所讲的话，看见主你要对阮的启示，帮助阮用新的眼光来看每一个礼拜的主日礼拜，用新的眼光来看阮所参与的每一场的聚会，帮助阮，也互阮。对每一场的礼拜、每一场的聚会，拢带着一个热切、渴慕的心，
互阮意爱来到你的面前，含你三千军。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要唱一条的回应诗歌，圣诗272首，愿爱上帝圣殿，咱一个吟就好。咱做为着几样代志来祈祷。第一项，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也为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教会真做是一个愿意参与聚会的一个教会，互咱愿意参与每一场敬拜的教会，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看重含主3000军的机会，为咱的教会来祈祷，也为咱家己的心来祈祷，求上帝互咱的心真正有这种热切渴慕的心。当咱每一届要来礼拜的时阵，每一届要来参与聚会的时阵，心就有渴慕，心就有火力，讲主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请君，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而已。第二项，咱嘛为着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帮助，无论是拄着病痛的，还是有拄着心灵软弱的，拢求上帝来互因得到安慰，来得到快乐。咱做伙开喙，为着这两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我真实爱意爱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圣殿来敬拜而乐意，因为伫遮有主你的同在，伫遮有主你的荣光来显现，主要有伫遮有你活命的话，伫遮会当受到你的安慰，受到你的鼓励，伫遮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喜乐。主啊，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互阮的教会，真做是一个意爱来到圣殿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愿意来含主3000军，愿意时刻来敬拜主，愿意时刻用一个火热、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帮助阮，互阮的心智换新，互有一个新的眼光来重新看阮所参与的每一场聚会，参与的每一场礼拜。主啊，也求你帮助需要的兄弟姊妹，无论是拄着破病，也是心灵忧伤的，求主来亲自安慰，亲自来怜悯，互因得到对主你遐来的安慰，对主你遐来医治甲帮助，互因搁一届会
会当勇壮起来，搁一届刚强起来，来看见主你伫因生命的奇妙会作为。主啊，搁一届向你献上阮同心合意的感谢，愿主来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用时间交书会。这时，咱同心来奉献。这是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兄弟，请坐。此时，咱来共读本话的金句。咱请看周报上后面，请独独对顶面的智慧，一是清洁，要的是和平，温柔好参详，有良悯好的果子满满，无偏袒，无假好。雅各书3章17节。这时，咱做伙来看报告。下周是由刘丽玲牧师来正道，书会是林佩玲执事。其他服侍同工甲奉献聚会消息，请家己过目注意。这时，咱来看集体交通。第一项，本会主日2。我是 EQ 小主人夏令营，为期3天半的时间，今仔要举行结业式。伊嘛伫2场的礼拜中来献诗，呈现学习的成果。愿上帝祝福51位参加的小朋友，24位社区的学童，领受福音的种子，而且会当学到情绪管理的智慧。第二个小项，那么感谢咱全体教师同工的辛劳。因得到主日2老师提摩太牧区、甲以赛亚牧区，个主日爱餐侍奉的团队，目前幕后总共有50位同工的热情的参与。愿上帝压力大家卫生服侍。第二点，本会定伫今仔日召开7月份定期小会。第三项，本会定伫8月11，设教48周年。
举行圣礼典，请要受洗的伫今仔日完成报名。第4项，本会预定伫9月8号推动第7期的幸福小组实施的议程甲筹组幸福小组的说明，请家己看。第5点，本会要定伫8月4号、11甲18、3个主日下晡2点半到5点，要举办大使命学校幸福蜜粉，请大家有备心来参加。第6项，本会定伫7月27要来举办心灵关怀专题讲座，咱有邀请到台湾新学院张雅慧博士来专讲情绪的强武甲心灵的读经，而且来邀请咱本会圣歌队来献诗。那迄天咱有准备讲义甲午餐的便当，所以请伫7月22以前向办公室来登记，也是透过电梯咱海报边仔有 QR code 网络来报名。第7点，本会要甲花莲民主学院合办自由甲记忆的主题影展，伫8月3号拜六下午9点半要伫3楼副堂由双年团客来承办，欢迎以赛亚牧区甲会友踊跃来参加。第8点，咱下一个主日7月28的文理事工奉献的主日，咱本中会12节教会刘立林牧师要受派，要代表公报社前来本会主日正道甲请安，请兄弟做伙来关心大道，并踊跃为该社的文理事工来奉献。接着，咱要请夏牧师来做补充。各位兄弟，我来做补充啦哈。第先咱拄则有真侪的即个主日学夏令营的学生的家长啦吼。开始伫遮拢有升落去，毋知有家长伫咱遮的无？家长要有伫遮举一个手，互咱知影一下。来，拍拍甲伊欢迎，欢迎你参加。咱就即个拢有一个新朋友的欢迎啦吼。咱有诶小朋友的家长爱来看囡仔的表演吼。有诶留伫遮，有诶来对面甲遮个囡仔做伙做结业典礼安尼吼。牧师来做几项的补充吼。咱若要请东港即个影音同工，等下要报上咱的即个提摩太牧区因伫口碑教会真好的服侍吼。好，第一吼，咱小等的第2场礼拜后吼，咱小会员吼，小会员要受邀请去甲遮个老师做伙食中昼，甲因鼓励吼。所以咱小会即个开会第2点才开始哦吼。第2项佫补充的，咱拄则有讲8月11是咱的周年庆，48周年啊吼。即个周年庆呢，咱有洗礼甲坚信礼吼。所以呢，要请咱有要报名洗礼兄弟吼，尽量伫今仔日来完成，因为呢，咱要安排遮个要受洗兄弟来做即个真理的遮教导吼。遮个学道班，咱安排时间吼。较慢步是有哪袂要紧，但是要搁为着你搁办一遍就对啦吼。所以咱请各小组、各团体有要参加的，尽量今仔日吼，来甲伊报名吼，来甲伊报名，摕咱即个报名单来报名安尼吼。搁来是咱即个心灵讲座拄则有讲起吼，咱除了圣歌队是团队，搁咱的上年。要配合即个讲座吼，恁甲咱的队长、会长报名，安尼就会使。其他若无属于即2个团契圣歌队的，咱会当伫即个1楼的办公室来甲登记，讲我要参加吼。咱会因为迄天讲到煞已经12点啊，所以分一个便当互你啦，吼。若无签名，话你要共摕无够便当嘛歹势吼。所以一定要先登记吼。有人是讲，我要参加哦，毋过我无要食便当，你就来写名讲毋免便当安尼，咱就知影偌济人就对。讲义嘛较好准备哦吼。搁来就是讲，咱昨昏已经办第1场的迄个民主影展吼，哇，遮个青少年看了真感动哦吼，因为迄影片吼，毋是一般的5、6片啦，
是真重要吼。啊，咧做即个安尼思考吼。啊，所以真侪青少年有真好的学习安尼吼。好啊，拄则咱听到咱的詹牧师啦，甲咱讲起，到底礼拜是咧创啥，咧做啥？哇，咱若甲看起来，对头到尾吼，拢足重要的吼，拢足重要的。啊，其中一个重要中的重要，就是讲吼，我毋是用我的起毛子，我的需要来敬拜上帝，是上帝爱咱来敬拜伊啦。啊，所以吼，我有感觉到吼，咱教会的兄弟吼，哦，迄阿所味足大，你敢知？阿所味什么意思啊？迄有时吼，前2礼拜前差100个啦，就讲即礼拜遮侪人，啊后礼拜可能减100个，啊即100个啊，毋知兄弟。敢大家拢足多合遐大嘛无一定呢哈，所以表示讲，咱对即个礼拜的态度，咱爱坚持吼。咱1摆2摆无来会惯势，你敢知？讲啊，差无1届啊，过去啊第3届，啊第3届无来啊，好免啊啦安尼啦，吼。啊，咱人甲人中间嘛是一个诚实，吼。我甲你约会啊，2摆无去，3摆无去，大家感觉讲，即个也无诚信吼。啊，咱对上帝佫较袂使安尼，咱看去。有些人去到旷野，吼，为着要敬拜上帝啊，啊去到遐尼偏僻啊旷野的所在，为着要见上帝，啊咱来到这个水的礼拜堂敬拜上帝，啊佫甲兄弟做伙，吼，啊这点牧师补充就对啦，鼓励咱，吼，鼓励咱。好，啊，佫几项迄导演片报告了就结束吼。咱最后讲中澳会博士的公演吼，即礼拜佫来9点，吼，9点就要来哦，吼。啊，咱有准备讲义，啊嘛有买便当，但是你要有登记名单，咱才知影几个人要参加吼。啊，这是咱即个工作诶。啊，你若讲伫即张图吼，伫咱诶即个电梯有啦，你甲翕迄个 QR code， 甲直接报名嘛袂要紧。我有看到咱的会友已经报名伫迄个因的总部的内底啊吼。啊，第二，吼，咱过来拜六哦，啊，2礼拜后的拜六8月初3。有一个影片，咱昨昏放过第一影片，啊，第2影片吼，讲叫做退潮坐在岸边，咱的上年一定爱参加哦吼，啊，是安那讲退潮，咱知影台湾的叫做啥？台湾的，阮较早阮庄脚话叫做水客，水客就是讲水退打去啊，会当撩水过安尼啦吼，水客。啊，讲坐伫岸边，啊是咧讲啥话？我知影讲即个。故事是咧讲原住民的故事，啊，所以请咱8月初3去9点，咱除了上年团契基本观众以外，咱嘛邀请以赛亚的兄弟，啊，佫请咱兄弟有注意这个电影来参加吼，伫3楼啊吼，啊，佫来对即个吼，咱昨昏是看7月20《交响狂人》，听起来就讲哇，这狂人什么意思？原来哇，足感动的故事啦，迄若讲有机会佫放一遍吼，有够好诶，迄音乐有够好听。啊，交响传人原来就是咧讲，伫联络以色列人啊，甲巴勒斯坦人安怎和谐做伙的电影哦。好，啊，咱佫有补充一解哦。教会公报社举办抄诗篇吼，啊，咱拢总抄3本吼，啊已经报名61个。我讲哇，咱的会友实在有够可爱啦吼，61个吼，哇，写3本呢。吼啊，11月28要交课本，啊，所以大家今仔日吼，若无报名，伊即马就要家己去买啊吼，咱拢替你买便吼，啊，佫有补助呢吼，啊，若佫来吼，8月开始咱就要家己处理啊，因为咱要走骨啊抓吼，啊，所以若要报名赶紧，啊，咱开始写吼，这诗篇吼，啊，这安那抄倒边是。经节啊，正边是迄个草的空白的表哈。搁一项就是吼，咱来要甲双年欧演一个双年团契吼，因举办一个设教50许年命中德的放祠堂啊，吼，迄录祠堂啊吼。啊，因做了吼，足侪兄弟看着讲，哇，这遐水吼，足久毋捌看到德做的祠堂啊，讲我嘛要。啊，祠堂也毋是倒去厝摆好看咧，祠堂也是要叫你讲，我若有感动，甲落钱落去。啊，咱第一炮是咱的迄个以赛亚牧区，因已经做菜头啊，吼，已经预备了啊。啊，咱旧年啊，即个感恩节吼，
咱就已经开始募款，开始奉献。咱要伫50周年的时阵，安尼硬体、软体各种活动拢要筹备啊。啊，咱的上年讲，阮会当做啥货咧？伊讲阮来做命中竹的钱筒啊，吼！啊，这钱筒啊偌水，你甲看，吼，阁有写毛笔的哦，吼！啊，有写讲富强啊50禧年吼，啊，因讲吼，啊要做啊规期啊，若会友有要需要吼，嘛会当登记就对啦。啊，所以咱等下楼骹我有请干事甲即张图搭伫遐，啊下面吼一张空白的纸，啊就是4个种类啦。哦，4类，我讲我要温点满满，我就签名。啊，你若要一个就写一个，啊，若2个就写2个安尼。吼，啊，这是爱成本的哦吼，一个150啦，150吼，这手工的实在是足价值的，吼。啊，毋过你摕倒去厝，毋是摆好看，你若讲有感动，甲录印角啊落去，吼。啊，咱伫2026年迄年，啊，你甲你的钱筒啊，要起来奉献予上帝。意思讲，我欠钱要来为着50禧年的事工啦，吼。啊，当然你若讲啊，我都要摆好看，啊，就甲买嘛不要紧啦，吼，无甲你勉强哦，吼。啊，济少拢不管，吼，啊，欢迎啦，吼。啊，这是迄个用迄命中竹啊，落去刻的，啊，所以钱落去就倒袂出来啊，除非你甲乌歹，吼。最后一项啊，有一个真好的活动，当然咱较有会人可能较困难，就是讲基督教协进会有一个单一理学院吼，要伫7月30拜二来举办招生的说明会啦吼，啊，就是要针对基督徒会当伫即场传福音，啊，伫台南要开课，啊，伫7月30吼要说明会，啊，即张图是因要伫一间教会吼，周报有写吼，伫咱永康遐尔，吼，啊，咱若有趣味，啊，去听讲，我要哪训练我的能力，啊，伫我的职场、我的办公室，甲我的朋友、甲我的同事传福音，这叫做职场传福音安尼啦吼。好，啊，佮小可耽误咱几分钟的时间吼，咱等下要来看一块咱的青少年去到口碑教会，啊，伊遐来做服侍的影片，啊，咱再来结束吼。去教会哈。口碑教会就是咱较早的新学生吼，邀请伫遐牧会吼，啊，所以咱的青少年去到遐甲协助因的组织了夏令营吼，就是甲今仔日遮的小朋友表现的拢共款，2套就1套啊，做2摆就对吼。啊，口碑教会甲咱上无共的就是人伊的草埔有够济啦，树也有够济吼。
咱到这好无？多谢。啊，最后一个补充就是讲，咱顶礼拜咱有为着咱即个幸福农场有无？咱因买一寡食品，咱家己买啦吼。啊，牧师嘛有甲买一部分，感觉食了应该有那真有水准吼。啊，咱兄弟若继续要甲伊关心吼，讲啊，我都买比如2栋馒头啊，我平常买甲伊买嘛足好。啊，所以咱若有趣味吼，会当楼骹有迄个订购单吼，啊，你甲天天的交我咱的干事，啊，伊就会讲，比如咱礼拜日要交啊，伊就甲送来安尼，啊，会当帮咱即个幸福农场来关心遮个啊关家啊食毒啊，佮定心要行正道的遮个啊兄弟姊妹安尼吼，啊，欢迎咱大家来配合，多谢。这时，请咱起立3角的音上映的圣诗402首，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现时说，咱请夏牧师来祝祷。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言行徛必须正，我早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当中做决定，对吹引带是别人，这是我人生必千望。当心来，你是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甲阮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同在，特别甲这边参加主日的夏令营所有的小朋友以及遮个家长，啊，佮有咱的所有的老师三甲同在，领受恩典甲祝福，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大家请坐，默祷来闭会。